饭就是他妈台东台。其实我告诉你，那不是阿美族的话，那是形容我开心的这样在海边遇到个泰国的朋友。有一次我来淡水找我二哥的时候，第一次下捷运站，就有人跟我讲话：“你他妈的疯了！”还跟，还跟就是不知道啊。阿美族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我拒绝嘛。就是这样啦，一个有趣的回忆，然后写进这个歌里面。我相信他们也是有潜水的民族啦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又是神秘嘉宾们。Oh my god！ 让我们掌声欢迎指定麦克风的我们的团长 Kilo。为大家带来这首，你先讲话嘛。我先拿补价，先拿补价。拿补价，所以你要自己搬嘛。对啊，自己搬。好，我先帮你讲话。好，现在为大家表演的是搬补价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动作，他练了10年哦。10年寒窗无人问，就是这个事情。台上30秒，台下30秒。讲话了吗？这里面对吧？我们假装我们刚认识好了。杰洛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是什么？你先回答记者问题好吗？擦掉。下一首叫做。先介绍你自己啦，大家都不认识你，都快边缘化。嗨，我是迪龙，现在在这边弹贝斯，等一下不知道会做什么。再来一首叫张三的歌，它是李寿全老师写的一首歌。拿上午帮我弹吉他晚唱，我第一次在跟兰溪表演唱歌，我要抱着贝斯才不会紧张。假装很安全。对，不要小看皮洛这样，他很厉害，对。尤其是唱歌，他一直隐瞒他的歌喉。完了。今天我一定要给他挖出来，我跟你讲，先给他挖吐了。先介绍你的歌啊，大家不知道你在唱什么。我刚刚说了嘛。有吗？有。张三的歌。有。张三的歌，你要靠近麦克风。张三。对，张三。有人有听过吗？没有呢，怎么办？就是有老歌了。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那个30汽车还是你上的广告，听到吗？就好好听啊 ，Last Year 啊，你这边讲对了。那个车上的老板有来后面，他走了。老板，门在那里了。站出来是。好了。对，然后所以就问了我爸爸嘛，他就说这首歌歌名跟歌词完全没有关系，所以我就想不起来。后来就练，稍微唱一下。这边唱给大家听。我还是要看一下歌词。彩排啊！你再浪费时间没关系嘛。往下。